佛同埋開經偈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各位，我哋向呢邊佛像行三問訊禮。一問訊，再問訊，三問訊。好，大家請坐。大家請坐。好開心，今日有咁多善知識嚟參與，咁令到我生色不少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，睇唔睇到啊？係咩嘢題目啊？八戒千餘。咁八戒千餘係天台宗重要嘅教義之一。上一講我哋分享咗三體圓融，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八戒千餘。天台宗咧其實好緊要嘅喎，因為八大宗派裏邊咧係首個具中國本土特色嘅宗派。咁點解係中國第一個成立嘅宗派咧？咁其他宗派係邊度嚟㗎？佛陀係咩人啊？印度人啊嘛，咁係印度傳入中國嘅，喺北傳到分南傳北傳啊嘛，北傳就傳嚟中國。我哋唔講其他啦。咁由於中國人嘅思想係中意大乘，中意大乘就係因為佢心胸擴闊，咁所以咧就接受呢種大乘嘅思想理念。咁佛教分五乘佛法，咁大家知啦，人天乘啊，然後聲聞緣覺菩薩乘，就成佛乘啦。咁五乘佛法中，一乘佛法就係最上乘嘅，咁係有另外一個名叫做佛乘。頭先都提過啦，人天乘、佛乘。咁《法華經》裏邊都已經講咗咯喎，只有一佛乘。點啊？無二亦無他，冇第三者噶啦，無二亦無三。即係話最重嘅係佛乘，佛乘係帶我哋導向一個方向，就係成佛嘅方向。咁重唔重要啊？咁好多朋友咧都係會好自謙，成佛冇可能，未得。但係咧唔好忘記喎，只要你一承認我都可以成佛，我而家係修行成佛，咁就 OK 啦。唔係話自己好認威喎，係不妄自菲薄。妄自菲薄就即係自己認為自己唔得嘅。咁唔肯承認嘅人咧，佢就亂嚟噶啦，自暴自棄，係咪啊？諗下呢個道理。但係你承認自己係未來嘅佛咧，你會做好自己啦，會勤力啲啊嚇，唔好做啲思想諗嘢都唔好諗一啲咧錯誤嘅嘢，會起心動念咧時時警惕緊自己喎。咁你話好唔好啊？咁大家承唔承認自己係未來嘅佛啊？係非常之好啊，好有勇氣啊！咁大乘佛法主張乜嘢咧？發揮利他嘅精神嚟對抗自己利己嘅主義。咁係咪啊？中國有句説話咧，就係中國人好多錯誤嘅思想嘅喎。嗱，呢句説話咧就係自己最重要啊！人不為己，點啊？
哇！咁我梗係唔想天誅地滅啦，咁啊自己一定要乜嘢都霸俾自己，咁呢個思想係咪好錯啊？係啦，咁多時上睇到世間上好亂嘅嘢，都係個個爭啲嘢俾自己喎，唔使諗人㗎啦。咁而家我哋大乘嘅思想咧，大家一陣聽落去咧就有眾生本來是佛，我哋聽到開唔開心啊？本來係佛，咁點解唔會成佛啫？一定會成佛啦。仲有情與無情同源種智。咩叫情咧？有情識嘅，包括人啦、動物，種種動物，你唔覺得啲動物咧都好有靈性㗎？即係佢有思想情識㗎。咁無情嘅係乜嘢啊？花草樹木啦，你覺得佢有情咩？無情㗎嘛。仲有大至山河大地嚇，都係無情。咁我哋叫做器世界，即係啲器皿啊，器世界。咁仲有第三句叫做本來如是。嗱，乜呢三個開頭一定要記啦。一乘佛法係佛嘅真實說，咁其他咧二乘三乘嗰啲咧唔係佛嘅真實說，咁都係佛說，咁係咩咧？唔係真實咧，用咩名詞啊？大家一定識嘅。係啦，方便說，即係為咗眾生當時，好似喺佛陀在世嘅時候，佢一班嘅弟子咧未有達到嗰個程度啊，唯有講一啲淺易啲嘅，方便佢哋理解嘅，叫做方便說咯。咁啊，亦都係應機方便嘅啫，應嗰個眾生在世嘅時候啲弟子啊，個個都要聲聞乘。咩叫聲聞乘啊？你聽個字都知，聽佛說法嘅聲音。你證乜嘢咧？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最高係阿羅漢果，咪就係《金剛經》裏邊講嘅咯。咁所以呢個係佛方便說同埋真實想要表達出嚟嘅嘢出嚟啦，出現啦。咁啊，而家咧我哋解釋一下今日嘅主題八界遷移啊。界係指法界，咁我哋有幾多法界啊？幾多種啊？十法界。佛教認為宇宙有十法界，咁十法界就係大家數到嘅喎，三惡道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；三善道、人、天人、阿修羅。咁雖然阿修羅唔算係善道㗎，有時亦都咧點解？夢裏明明有六趣啊，咁啊就係數晒六道咯。但係地藏經又講咩啊？輪轉五道啫喎，咁少咗一道嘅，咁又點樣解釋咧？大家有冇留意咧？五道就係冇包括到阿修羅，阿修羅好勇鬥狠，喺人道有冇呢啲咁嘅人啊？有冇啊？有，咁咪即係散喺人度啦。喺地獄界有冇啊？有，天界唔知咧嗬，都比較少爭執啲嘅，因為施醫得醫，施食得食，都唔使去咁辛苦去求，咁可能就會好啲。地獄界咧有冇競爭啊？有，餓鬼界佢哋會搶食嘅喎，雖然好難有食物，見到有食物都會去搶嘅，咁所以呢個阿修羅道係散於五道，所以輪轉五道，輪係我哋講輪迴啊，係五道嘅啫，啊，暫無休息。咁而家頭先數咗六道，跟住就四聖啦。頭先六凡，四聖係頭先講嘅聲聞乘、聲聞界。嗱，呢個聲聞譯過嚟咧，就係 sound hearer， 聽到佛說法嘅聲音，而慢慢修嚟悟道嘅。緣覺界觀十二因緣，咁啊有啲人好聰明嘅喎，佢冇佛在世嘅時候咧，春觀百花開，哇！點解春天會萬
花莊嚴咁靚嘅，然後跟住夏天都有靚，但係秋天咧啲花啊啲樹葉落咯喎，係咪啊？咁啊秋看黃葉落，咁嘅情形周而復始嘅。落完之後咧，啲樹光脫脫，冇晒枝，都慢慢凍完啦，春天嚟啦，我睇住佢。香港冇啊，嗰啲芽發出嚟啊，光脫脫嘅樹。我去到北邊嘅地方，哇！冇幾耐咧，見到啲嫩葉出嚟啦，光脫脫嘅樹有嫩葉喎。再遲啲咧，成塊葉滿樹都係好茂盛嘅葉，係嘛？咁佢就會諗啦，自己嘅思考咧諗到呢個咩道理？一定有一個好自然嘅循環，咁就知道咧生死輪迴都係好似一個圓形嘅一個循環，即係唔係直線嘅 ，a circle game 循環啊！咁即係佢就將佢變成咁樣嘅轉變啦。咁所以12因緣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速。咁講乜嘢啊？無明就係你對真理唔明，對宇宙人生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唔知。你話知都話唔知啫。古代嘅人話地球係長方形噶嘛，我知，啱唔啱啊？而家你認為啱唔啱啊？啱。唔啱喎，咁咪又推翻喎，咁即係我哋認知嘅嘢，未必一個真實嘅現象，都係慢慢去推究時代嘅進步。啊，點解會發現唔係咧？發明望遠鏡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睇下四聖係聲聞緣覺菩薩佛。咁喺呢十法界裏邊，一界各具其他9界嘅特色嘅性質啊，咁由呢個十法界成十個譬如菩薩，佢都會有其他9界嘅特性嘅喎，即係佢都會有地獄界嘅種子，但係因為佛就唔同啦，佢已經斷盡晒所有嘅煩惱，徹底覺悟成佛。當然冇啲唔好嘅嘢啦。咁但係如果我舉例地獄界嘅眾生，唔單止有地獄眾生嘅狀態，亦都蘊含住其他9界嘅可能性。嗱，我哋用可能性，就係佢有機會轉變。譬如地獄裏邊，佢都做有好嘅心腸。自己苦咧，都有時望其他嘅地獄眾生咧，可能離苦，佢有咁嘅心，有機會俾佢做，可能佢就會升噶啦。咁啊動物界啦，啲狗點解有啲會超升噶？唔再做翻動物界，都係一樣嘅道理啊嘛，係咪啊？人咧，點解你見到一啲今生好辛苦噶？佢哋話屬牛嗰啲咧就好，做牛做馬好辛苦嘅，生出嚟就係咁噶啦。咁點解咁辛苦？點解係咁嘅性格？因為佢要翻嚟還債啊，係嘛？喺世間上還債啊。咁所以咧，十法界成10種嘅質性咧，就係8界啦。咁而每一界又具有10如是喎。而家我哋就達到頭先講話，本來如是嘅如是。咁所以咧，乘10，8乘10即係幾多啊？1000啦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就會有百界千如呢個名稱啦。如是嘅10種咧，就係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緣、如是果、如是報。咁呢度相性體用作因緣果報9樣喎。咁總結嚟講咧，依家會睇到本末究竟第1支嘅乃至到第9支完整晒啦，完全晒啦，咁樣。咁我哋慢慢去分析下。
咁啊，八戒乘十如是，互相配合就得到八戒千餘呢個名稱，係做乜嘢㗎？係説明宇宙萬物嘅相狀、性質等等，係千差萬別、千差萬別嘅存在狀態。即係宇宙萬有，你睇到嘅嘢不出呢幾咁多100樣啊，咁同埋佢相互嘅關係，亦都顯示出宇宙萬有嘅多樣性，同埋咧佢有圓融嘅喎，互圓啊，互融，互相圓融，即係圓融性啦。咁你估我哋要認識呢樣嘢，對我哋緊唔緊要啊？宇宙人生嘅真理嚟嘅喎，咁啊一定要知嘅。咁我哋頭先講緊咧，好深嘅喎。嗱，八戒千餘，我哋喺字面上解釋過啦。其實八戒千餘，大家聽完之後，究竟係咩嘢嚟㗎？有冇實質講到出嚟啊？你話有冇啊？梗係冇啦，係咪啊？但係佢嘅意義咧，唔怪得我哋講唔出啦，因為只有佛與佛，唯佛與佛，那能究盡，即係徹底啊！諸法嘅實相，咁我哋係人啊嘛，我哋點可以睇得通晒咧？咁啊唔怪得我哋嘅喎。咁啊呢個佢嘅真實意義，只有佛同埋佛嘅程度先可以知嘅。咁呢個就係諸法嘅實相。話雖然咁講啫喎，如果唔解釋，就無助於大家理解佛法啦。咁啊，所以因為根據古德曾經講過嘅一個説話，雖知諸法不可宣説，你講都講唔出㗎，言與道斷嘅，要咁讀嘅喎。心行處滅4個字要咁樣斷嘅喎，即係話你講解唔到斷。心行處滅，你心諗到嘅嘢咧，又諗唔盡。咁但係為咗眾生故，方便都可以説。咁所以因為要説，我哋試下參照天台宗嘅三諦圓融做一個展釋，而即係話簡單重溫一下三諦圓融。天台宗觀一切嘅法，即空即假即中。即係一樣，好近和合，同空假中相即啊！若即若離嘅即，非一非二，二就係不同啦。色不異空，異空就即係兩個不同埋二兩個否定句，就變成咗同啦，係咪啊？色就即係等同空啊嘛，《心經》講咁 two negatives means a positive， 兩個否定句就變成肯定噶啦，咁都係實相嚟嘅，非一非二，咁就叫做如啦。咁我哋要解個如出嚟噶嘛？咩叫如咧？我有個好好嘅佛友咧，佢叫月如喎，即係好似乜嘢啊？月如啊！似乜嘢啊？咁都講唔到，似個月咁靚啊！月係咪靚啊？咁啊，然之後如花似貌，佢好似月咁光明咁靚。咁呢個名為如，或者叫如是啦。我哋要點個如是出嚟啊嘛。如嘅就係不異，不就否定咯喎。異咧係唔同，唔同即係同啦。如即係同。是者不非，如者不如，是者不非，咁所以就知道一樣嘅啫。如或者如是都係一樣，都係即空即假即中。咁原來呢個就係諸法嘅實相。咁啊，天台宗咧就依《法華經》做佢正依嘅經典嚟嘅。整個《法華經》咧嘅精華咧，俾天台宗第3組嘅智者大師咧聯結出嚟，寫咗呢個天台教義啊！真係一環扣一環咧，讀完一兩個，你已經通
通達咗佛陀想講要講嘅理論啦。咁而家《法華經》觀諸法嘅實相係咩咧？本來如是，頭先講咗一個主旨啦。咁本來如是我都唔明咩？本來如是乜嘢喎？諸法係咩樣㗎？而家咧就詳細啲咯喎，講一切嘅有形相嘅色法，色法就係物質啊，係咪啊？我哋五蘊係咩啊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咁色就係我哋嘅色身，即係皮肉筋骨啊色。咁而無形相嘅受感受，你只係感覺啫嘛，你睇唔到噶嘛。咁啊想咧，你嘅思想冇人可以挖開你個腦去睇㗎。咁所以受想行識都係心法，即係思想上嘅。然後有世間法、出世間法。世間法就而家我哋俗世上見到嘅現象啦。出世間咧，咁你講唔到咯喎。譬如我哋講話禪修，禪修咧有啲人坐得好好，但係佢攞唔攞得出一啲實質出嚟俾你睇？嗱，我坐到咁高啊，或者佛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三菩呢個名詞咧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咧，就係譯做無上嘅正等正覺。咁係點樣樣㗎？正等正覺，仲至高無上嘅。咁佛成道之後有冇攞過出嚟俾我哋睇一個實質嘅嘢？好似個果咁樣。嗱，呢個果啊係我證嘅佛果啦，得唔得？你話得唔得？唔得。即係無上㗎啦，啊！咁呢個叫世間嘅相反嘅出世間法，有為法。金剛經你哋成日讀啦，最尾嗰個偈，一切有為法。咩叫有為法？有所作為嘅喎，亦即係咧，我哋記住係有生有滅嘅，任何嘢都會有生必有死，人生老病死。物件咧，你話佢唔會話死嘅喎，會啊！咁呢個燈而家係有人製造咗出嚟啦，咁佢存在就係佢嘅用途顯現啊，照明到。如果佢壞咗任何一部分，都唔能夠照明嘅。你話擺喺度做咩啊？擺設好啊，左頂好啊，做古董啊。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嘅滅啦。成住壞空咪空咯，啊！生住異滅就思想，生住異滅就係你生起個念頭，哇！今日好似話有雨落喎，一陣間又話氣温降低11度喎，幾日前講噶啦，咁你話真唔預備去咯，一陣間又吹親又凍親，呢個係唔去嘅念頭，跟住你又話都唔好啦，唔好咁懶啦，頭先講要精進啲。咁咪去啦去啦，咁呢個 yes 又 no， 咁咪就係你嘅思想嘅生住異滅咯。住就係你停留嗰個 yes 幾耐，或者滅嘅 no 幾耐。有為法無為法啊，無所作為就係禪修啦，無所為嘅喎。嗱，證明俾你睇唔係亂噏喎。禪堂大家咧好嚮往。中國嘅高文子係咪啊？有去打坐啊，十方好多人啊，香港人啊，仲有國內咧各地嘅人都想去高文子學禪修，再練習打坐。咁佢對聯點樣講啊？點寫啊？十方來聚會，個個學無為。即係嚟學嘅就係無為法啦，即係話你打坐打到幾高嘅境界，呢都係無為法嘅。咁無為法有咩好處啊？既然乜都冇嘅，冇揸拿嘅，咁有咩好處啊？此事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。呢度就係選成佛嘅人啦。只要你點樣方法，你可以成佛咧，狀元及第咧，即係考狀元啊，考科舉啊，狀元及第。咁你
有啲乜嘢叫攞到啊？法、色法、心法，有為法、無為法，通通叫做諸法。諸係各樣各樣，法係事事物物。咁啊，八戒千疑嘅主旨就係在於闡釋宇宙萬有嘅實相，強調一切事物都處於相互依存、相互轉化關係裏邊。咁呢句就係話，頭先我哋話地獄界嘅眾生都含有其他九界嘅眾生嘅性質，含有呢啲性質，所以佢哋舉人為例啊。頭先講三惡道，第四即係喺中間啦，六道裏邊再上有四聖法界啊嘛。咁即係話可升可降，好似升降機咁啊。咁啊互相轉化，每一件事物蘊含住整個宇宙嘅資訊同埋可能性。你收有可能升噶啦嚇。咁每一個事物體現到佛教對世界本質好深入嘅洞察啊，同埋好獨特嘅理解。你話佩唔佩服佛教啊？所有哲學家都行埋一邊啊，因為佢嘅理論咧已經被人話覺得有漏洞啊。好似笛卡爾講乜嘢啊？我思故有我在。咁已經係錯到頂尖兒㗎啦，但係有人仲引用諸法實相係佛教核心嘅概念，指出宇宙萬有嘅真實上座本質。咁我哋講天台宗一代宗師啦，大家拜大悲懺嘅時候咧，讀到佢嘅喎。嗱，我哋拜大悲懺先係向本師釋迦牟尼佛頂禮。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咁呢個內容要點樣觀想啊？啲細字有㗎，但係大家唔係淨係禮佛，而係要睇然後觀嘅。咁如果讀得太快，又第二句咧，咁大家就冇機會觀想啦。能禮所禮性空寂，感應道交難思議。能禮就係你呢個人去禮佛，所禮嘅就係佛啲尊或者菩薩，好難俾你思想得到嚟，耳就用口講到出嚟。感應道交難思議，你話你禮佛有冇感應咧？你自己話咧，有定冇啊？答我 yes 或者 no， 隨你選擇。有定冇？有，因為咧，如果你心誠啊，拜嚿石頭都靈，就唔係因為嚿石頭靈喎，係你嘅心誠感應道交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禮佛嘅時候就要感應道交，全神觀想住個尊佛。咁我哋講到跟住拜就係叫做大悲懺啊嘛，大悲觀世音菩薩噶嘛。咁所以個主角係觀世音菩薩。咁跟住就係三拜大悲觀世音菩薩，又三拜咩啊？觀世音菩薩所說嘅陀羅尼啊，咪即係大悲咒咯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呢個咧，我哋又要觀想個法啦。法係不可思議嘅，係希望佢即係影現出嚟受我哋供養。好啦，再拜到一啲尊者啦。而家提大家咧，天台宗一代嘅宗師四名尊者，法智大師。講到呢個名，大家有冇印象啊？你拜大悲懺拜都熟，你一定記得㗎，係咪啊？四名尊者，法智大師，你諗諗下，覺得好熟㗎啦。佢就講乜嘢咧？一個十成觀法，作觀嘅時候咧嘅止觀嚇，上根嘅人所修嘅就用呢種方法啦。咁係點修啊？就係直就一念，喺一念裏邊觀十界八界。點樣觀到啊？一念可以觀咁多，就係用一念去面對宇宙人生，就咁簡單喎。講就好簡單，但係今日我哋
做唔到呢一年，咁啊梗係有毛病先做唔到啦。咁個毛病喺邊啦？大家知唔知道出嚟反省到唔到自己有咩毛病，唔可以一念觀十界八界啊？係啦，凡夫面對社會咧，總係胡思亂想嘅，千念萬念，唔止好一兩個念頭，係一念萬念咁簡單，妄想紛飛啊！好似啲沙塵，當有陽光照入嚟咧，本來呢個空間你見到係冇塵埃㗎，封密嘅密室，但係陽光照射之下咧，有個光柱咧，你睇下嗰條光柱係咪好多粒子咁嘅？即係嗰啲就已經係我哋諗唔到嘅塵啊！啊，呢啲沙塵，咁亦即係話咧，由於而家我哋嘅心做唔到一念，係因為妄想紛飛，打坐都係啦，係咪？點解人哋成日都有個問題問？點解我平時都冇咁多念頭喎？一打起坐上嚟，一翹起隻腳咧，自然有好多嘢諗嘅，你自己都唔知啊！你做工嘅時候，你嘅思想係全神貫注喺你嘅工作度。你有時哇，叉開咗諗法咧，你就會失神，做錯嘢啦，係咪啊？做會計話做咗一條數都梗係有啲問題啦。你又唔知道出喺邊度喎，又由頭做過。咁嘅時候咧，其中嘅原因係自己啦。仲有社會嘅風氣啦，現今嘅社會咧，鼓吹物欲、物質主義啊！你睇幾多嘢？尤其是生喺呢個世上呢個年代嘅細路仔啊，好慘㗎！俾啲哇玩具啊，咩超人啊，擁住佢啊，玩完一樣咩蝙蝠俠，一陣間又出乜嘢？非常之等佢哋慘㗎，所以冇專心去喺書本度，引誘太大啦。咁所以咁樣起心動念為物質世界係好容易造業。點解？成日都講，女士們咧經過喺街上放工返工，經過一間金鋪啊，佢見到裏邊識鬼有啲鑽石，哇！好想我啊，閃閃靈，我擁有一隻就好啦。時時咁諗嘅時候咧，佢卒之去睇咗好耐，都唔愛不釋手，唔係揸起手啊，即係眼不釋眼。咁啊，入邊嗰啲職員走入嚟搭訕啦，即係話：啊，入嚟睇下啦，好平嘅咋？佢先至話：哎呀，而家我又冇帶嗰啲錢，又冇儲到嗰啲錢先走啊！咁啊就一路走啦。咁個腦裏邊係咪仲係諗緊㗎？你認為咧？唔諗啦，行路啦，係咪啊？細路仔最容易啦，經過麥當勞，拉住阿婆帶佢返學放學，佢見到咧就話拉阿婆入去啊！嗰啲廣告好吸引啊，影到個咩漢堡包好靚，好吸引，又肚餓喎放學，咁啊拉阿婆入去，阿婆話唔食得㗎，有肉㗎，我哋走啦。一路拖佢走，你估佢仲會唔會記住個包啊？記住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叫做見思惑，唔係咁顯淺啊！見到嘅嘢，你起惑係煩惱嘅別名啊！心上一個惑字，咁啊三部曲嚟㗎嚇。見到嘅嘢起貪嗔痴煩惱先啦，然後第三個字啊，見思惑，咁即係惑業造業啦。咁跟住自己做咗貪嗔痴嘅業啊，去偷嗰個漢堡包啊，點樣咪苦咯，受苦果咯，你一定要受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心散就講翻咧，舉例去旅行咯喎，因為壓力工作好重壓力，咁啊放假咧就想去旅遊。咁我問下大家咧，有冇諗住去不丹啊？冇，
你聽過不丹㗎啦，點解話唔諗去啊啫？點解又諗去咧？不丹係一個佛國，而且咧一度係快樂指數最高嘅國家，知唔知啊？10幾20年前啦，我又睇電視，嗰度電視講乜嘢啊？佢哋咧就係指數太高啦，唔係生活水平好低。咁啊，快樂指數最高，咁因為少啲物慾，咁後來咧就俾另外一個國家取代咗喎。咁係邊個國家知唔知啊？冇聽過，我都記得。我20幾年冇睇電視啦，出咗家都唔睇電視。阿魯阿圖啊，聽過未？阿魯阿圖。據說咧，不丹國民收入平均每個月係港幣1000蚊。咁佢國民收入1000蚊係一般嗰個一間叫做國家轉診醫院。咩叫國家轉診啊？即係呢個係國家起嘅醫院，而咧有啲乜嘢病咧就轉嚟呢度。呢度有眼科醫院，所以有眼疾嘅人，要做白內障嘅人就轉介咗嚟呢間醫院。裏邊嘅眼科醫生嘅收入就係4000港元，咁叻，讀到咁多書喎，4000蚊。咁啊，點解不單係快樂指數咁多？因為當時我哋去嗰時咧，係為佢哋籌錢咧去做。佢哋好多眼疾嘅人割除白內障手術嘅，咁啊個司機咧載我哋嘅時候傾起上嚟，點解佢係生活指數低而咁快樂指數高嘅國家咧？大家又諗下有啲咩因素可以造成啊？係啦，糧食價格低，仲有子女教育免費。仲有咧，醫療免費，咁住屋就不得而知啦。佢冇提，咁起碼國民生活係比較淡薄於物質嚇。咁啊，而家我哋講4名尊者提出嘅食觀念佛嘅道理咧，或者咧10成嘅觀法嘅道理咧，就係話。一個真正修行嘅人，你可以叫做菩薩啦。咁叫頭先大家啲正正經經啲，你係佛家未來嘅佛啦，你大家肯承認啦。咁你要修行，咁啊叫你做菩薩啦。咁你話我仲未，我啱啱學佛啫，啱啱學佛都可以發呢個菩薩心啊，菩薩行菩薩道就得啦。你有心係咩啊？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有呢個心，咁你就係一個身發意嘅菩薩，又可以叫做發心嘅菩薩。真正有道行嘅人，用乜嘢嘅心態嚟面對社會咧？你話啊？用咩心啊？一心咯，真心咯，真心一念就係真心啦。頭先講咗一心嘛，咁真心就係一念，一念就係真心。亦即係我哋讀《小品阿彌陀經》嘅時候講到咩啊？一心不亂啊，一心不亂咁念佛啊，因為咧一心就能夠見到真正嘅法界。咁而家我哋推斷咧，佛陀夜睹明星悟道之前，原來佢咧一落座成咗佛啊，好開心！一落座即刻和盤托出，講出佢成佛嘅境界㗎啦。佢冇自私嘅，冇隱瞞啊！和盤托出所有嘢，講咗一部《華嚴經》啊！只有41位法身大士啊，佢聽得懂。嗰個在場嘅人咧，如聾似啞，唔知講乜，因為程度唔夠啊，佢係聽唔懂嘅。咁所以咧，法身大士就唔係41個咁數嘅。法身大士，大士就係你睇下，我哋叫觀音大士啊，一樣啊，即係觀世音菩薩嗰個修行程度已經係古佛再來㗎啦。咁我哋講呢個
發生大事嘅程度，先至聽到佛講《華嚴經》。咁喺《楞嚴經》裏邊咧，亦都套用咧佛陀講過嘅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十方法界現全身，就係佢喺成佛嘅時候所感受到嘅境界。佢自己就係無念啊，一念啊，一心啊，一念不生嘅一心，全體你想要理解知道乜嘢就現出嚟㗎啦，所以一眯埋眼就現晒佢想知道嘅境界啊！咁啊，當時咧佢講過喺佢入定啊，未知道乜叫成佛啦，佢會觀到自己嘅血液啊嘅流動。咁你話哇幾難喎？啲血液嘅流動佢都自己知道聽到喎，啲流水聲咁喎。大家都可以㗎，你有感應過，亦都不過心粗啦，記唔到或者唔覺。嗱，夜晚好寂靜嘅時候，你有冇試過周圍都萬籟俱寂嘅情景之下咧，你會聽到自己未瞓着，個心係會拔拔拔拔個跳動聲啊！你曾經都會試過，咁就即係證明咗咧，我哋都係可以做到一念不生全體現，不過未究竟全體啫。咁即係話十法界、百法界、無量無邊嘅法界喺一心中就顯現出嚟㗎啦。如千餘啦，千餘妙法都係出自《法華經》上邊呢個教義百界千餘，每一個法界裏面都有都具足十法界咁啊，每一法係具足十如是，所以你乘下10乘10係100，100再乘呢個十如是咪千咯，百界千餘。呢個就係講宇宙人生嘅真相啦。佛菩薩，我哋而家就咁用菩薩啦，要修行嘅真心面對境界，一念就係真心，以真心對待境界，境界遠然，遠然嘅意思就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現喺面前、眼前。但係菩薩懂得睇到嘅嘢，好透徹知道，即係話佢看破啊，看破呢個人話億萬富翁。可能看破佢唔知幾時好快花晒啦。看破就係睇清楚、睇明白啦。睇明白咩啊？全體即空啊！從體上面講，十法界、百法界、千餘，都係講宇宙虛空法界一切眾生，包括動物、植物、礦物，仲包括好不無數咁多嘅現象，數唔出嘅。都係眾緣和合而生，大家有聽過咯？上次我哋特登講，因為一定要知，一定要令到大家深入記憶嘅緣生性空。點解講三諦圓融空咧？因為係因緣條件湊合就生起某一個因素幻滅，嗰個緣都幻滅。咁所以就係花成日都舉例，最簡單指住啲花，點解有康乃馨？最重要係嗰個種子係康乃馨嘅種子，咁呢個係主要嘅因。咁佢需唔需要有啲輔助佢嘅條件咧？要呢啲輔助嘅條件咧，包括先有泥土俾佢埋喺度啦。唔係啊！呢啲個個都話水耕法，係咪樣樣都得啊？咁最基本親因緣就呢個泥土，跟住仲要其他嘅助緣喎，陽光啦、空氣啦、水分啦。就算你話野生㗎，冇人淋水㗎，你已經知冇天雨，佢
佢足夠生長就得啦。佢適合一啲忽然間有水、忽然間乾旱都生存得到咪得咯，係嘛？野生。咁而家咧，眾緣和合而生，無量無邊一切嘅諸法，體係空嘅。頭先講全體即空啊！而家所有諸法體性係空嘅，空就係乜嘢咧？又好似好抽象喎。空係真如自性啊！嗱，我唔係作一啲嘢出嚟嘅喎，咁有經上去支持嘅喎。自性如虛空，即係講出啊，我哋嘅自性啊，即係我哋上一次講無自性故空呢5個字咧，你套落邊度咧都冇有錯喎，因為冇自體啊，好簡單就係唔能夠主宰啊。我四大假合嘅，咁啊因為冇主體，亦都係即係冇主宰性啊，我唔可以掌控自己，唔凍親，唔會發燒，唔會死，咁呢個無自性故空咯。咁所以自性如虛空作得好靚啊！真妄在其中，我哋嘅自性咧有真心有妄心，徹悟真如體，一通一切通啊！咁所以當處講現象，而家我哋見到嘅嘢，現在嘅相狀，話俾我哋聽係假有，同唔同意啊？空假空即係等於假有啦，假有就即係等於空噶啦，你都係假有。最簡單成日舉例嘅一啲最顯淺嘅嘢，如果你我100歲，咁呢100年你係咪存在喺呢個世間啊？係咪啊？100歲之後咧，灰飛煙滅咯，係咪啊？兩個一生冇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個最簡單你就會記到，呢個只不過係假有，亦即係假啦。而且因為佢係暫有，暫時100年存在嘅啫。咁啊，唔係永恆不變嘅，所以又叫做無常咯。佛陀最重要講四個名詞啊：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。無常故苦，即係話無常就係成日變緊嘅。我做緊經理啊，突然間又掟咗落去做職員喎，咁無常就令到我覺得好痛苦啊！無常故苦，空故無我。空嘅咁仲有邊度有我？邊度揾到我？喺五蘊裏邊照見五蘊皆空，喺五蘊裏邊色受想行識都揾唔到，係一個係你啊！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應該要知道睇見嘅事物好似眼前存在，眼前有呢啲花，眼前有呢盞燈，眼前有呢個人。咁但係如果你睇出佢唔存在嘅觀念，因為羅漢就知啦，因為佢能夠睇到500世啦，唔單止睇到我100年後實死，500世嘅嘢佢都睇到。咁呢個就係佢睇高瞻遠矚，睇向前邊啊，佢都知晒。咁我哋唔使修到羅漢都睇到，因為從理論上你都知噶啦，睇出佢唔存在呢個觀念咧，咁就正確啦。又點樣令人睇到好似若存在嘅？我唔覺得佢係假喎，明明喺我眼前咁靚嘅一盆花，你話假嘅？點解？因為咧，你睇到佢咧，剎那生滅，生出嚟嘅花，康乃馨係冚過其他啲花啦。佢可以2-3個星期，尤其是你識得咧，個插嘅腳好少水嘅，佢唔受水嘅。你俾水多，佢就浸爛啲框啊，爛咧腐爛咧，佢就爛嘅部分生唔到。俾唔到咧足夠嘅水分供養啲花，咁所以咧你就知道佢嘅性質少啲水。咁而家剎那生滅咧，我哋見到嘅只係相續相。嗱，呢個字好緊要嘅，呢個名詞。咩叫相續啊？呢個咧係天台宗裏邊嘅4句三假。4句咧就
唔解得咁多，講俾大家聽。諸法事事物物啊，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，不共不無因，是故說無生。咁呢個咧就係四句，然後三假咧，我就解呢個相續假，好容易理解就係生滅嘅相狀相續。我哋嘅人咧輪迴啊，始頭死咗沒咗，頭出又生翻啦嚇。12因緣裏邊講，12個環節裏邊咧又有兩重嘅因果噶啦，咁啊冇足夠嘅時間再逐樣解釋。相續呢期生命完咗，又再繼續出生投生，雖然係唔知道會唔會投生做人，因為我哋六道輪迴啊嘛嚇。打一個好簡單嘅譬如，即係6間房，我喺呢間房出咗嚟，人道嘅房，然後再入邊一間房咧，好難講喎，唔知喎，或者入天道嗰間，或者入地獄嗰間，咁啊視乎咧我哋嘅做善做惡嘅，所以咧就係叫做好似誤以為相續相係存在。如果嗱用電影嚟做譬如咧，會容易理解得多噶。我哋睇嘅電影畫面啊，嗰個畫面係咪存在㗎？啲影嚟啫嘛，係咪存在啊？大家答我。電影嘅畫面唔係存在，咁呢個畫面唔係存在，現代人嘅知識好清楚，所以大家都好清晰答得唔存在。畫面係唔存在嘅。以前我先問點解你話佢唔存在咧？因為我哋知道以前戲院咧播放電影嘅時候咧，係每一秒就有24格底片，即係菲林。咁啊，你即係要1秒裏邊就轉換咗24格，明唔明啊？個景象啊，即係要咁樣，你將部書咧，你揭得好快，即係呢個電影就係咁樣入嗰啲，或者轉嗰啲菲林。而家科學進步咧，60格，快啲咯喎，120格，甚至無過萬格都有。不論佢乜嘢高速度咧，睇起嚟畫面好似存在，但係實際上係咩啊？唔存在啦。正如《金剛經》啊，我哋佛教咧真係好透徹㗎，佛陀表達俾我哋聽。《金剛經》講咩？如露亦如電啊，應作如是觀。我哋今日整個世界事事物物存在嘅勝間，比上邊描述嘅如露如電仲短暫。例子咧多不勝數。點解啊？嗱，你而家現象眼見嘅，而根本係唔存在嘅，好容易解釋喎。先先講點解我哋覺得佢存在啫？因為俾呢個相續相迷住咗，唔明白內裏真正嘅生命上真實嘅狀況。迷喺相續相裏邊，如果你細心諗一諗，呢個現象擺在我哋眼前嘅係咩啊？隨便舉一個例，昨天過去咗，係咪永遠都唔會翻嚟啊？過去啊嘛，咁上一秒過去咗，咁係咪嗰秒冇再翻嚟啦？又下一秒啦嘛，永遠唔會再翻嚟。咁《金剛經》咪講過去心、現在心、未來心，三心都不可得咯，係咪啊？一秒一秒過去，咁就係如露亦如電啊！剎那生滅，嗰度叫我哋要有智慧，要用智慧去觀察世間所有嘅一切現象係乜嘢一回事啊！諸法實相，頭先講嘅就叫我哋看破，唯有看破嘅人先至能夠真正放下。所以又係佛教講三部曲，看破放下自在。唯有真正放下嘅，點解你識得放下咧？
都係你明白，全部都係假嘅。一鑽石戒指用幾萬蚊、10幾萬去買，原來佢都係石頭嚟嘅啫。個分子同石頭一樣，不過唔同嘅排列啫嘛。咁啊，你唔好諗住要乜嘢都佔有或者要有得到嘅心啊，或者控制嘅心啊。有啲做咗皇帝秦始皇，要控制啲人民啊，係咪要焚書坑儒啊？秦始皇係咪焚書坑儒？佢要控制啊嘛。嗱，呢等等念頭放下就得到大自在。放下係放下呢一種心啊，就咩啊？佔有嘅心啦，得着嘅心，控制嘅心。如果唔能夠看破事實嘅真相，又點會捨得放下咧？放下嘅人唔會做業噶啦，係咩？唔單止惡業唔做喎，善業都唔做。點解？做業嘅念頭冇咗咯，善惡都唔做。咁你睇下《六祖壇經》裏邊，六祖問過一個嚟向佢請法而好覺得自己了不起嘅頌千3000部嘅咩啊？法達大師。佢話：你一啲都唔達法啊，達唔到法啊？點解？點解啊？因為你自己認為你自己得嗱，事情不思善即係唔做善事，不思惡唔做係唔諗自然唔做啦。但係事情照樣去做，仲係要斷惡修善嘅，只係冇我修善嘅心，冇做呢個念頭啊！好似梁武帝見達摩祖師，問祖師：我齋僧供佛齋僧起咗3400間寺廟，有咩功德啊？佢一心諗住梁武帝會答你好大功德喎，想人哋讚佢，但我祖師點答？毫無功德。咁呢個就係話儒家都會識講，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。咁心經講咩啊？無智亦無德。咁呢個就係話智就係能入，你用智慧去入嚟成你嘅超升嘅修行。德係所入，無智亦無德。咁你將呢一切妄想執着放低，善惡念頭就係善惡都唔做啦，修善冇修惡嘅善嘅念頭，做惡冇做惡念頭，呢個唔會啦。有啲人做善事咧，捐錢扶貧賑災咧，就希望得到表揚嘅。如果人哋唔知咧，佢就冇咩興趣捐錢啦。佢捐100萬。咁點知人哋捐200萬，佢會有念頭話好叻咩？我捐夠300萬，呢個爭強鬥勝嘅心態啊，係咪啊？咁啊，下一個星期六，連續2個星期六，5號同埋12號咧，就係講坎丹大師嘅醒世歌，又係好精辟。等我哋洗刷我哋啲俗念啦。嗱，仲有喎，《楞嚴經》又講圓滿菩提歸無所得，圓滿咗覺性啦。但係你終歸即係簡單講係得唔到乜嘢嘅。圓滿菩提都歸無所得。我上一堂講咗俾大家聽，你讀到100分，你修人修到100分，100尺竿頭坐的人，坐到頂尖。雖然得入未為真，你係即係誤導啦，或者你係叫做明心見性啦。明心見性並不等於成佛。100尺竿頭重進步，十方法界現全身，即係要再進啊！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要好好地去理解嘅啦。咁凡夫嘅心咧就會爭強鬥勝。咁啊，如果真修行嘅人咧冇咁嘅念頭噶啦，為善都冇為善嘅念頭，
一念為自己唔係真修行，念念要為眾生，悲憫苦難嘅眾生啊！咁啊，要三輪體空呢個咧，應該大家都識嘅喎。三輪體空點解？三輪嘅輪字係形容詞，形容咩啊？三個部分啊！咁邊三個部分都要空啊？體空即係空啊！就係能嗱布施啦，能施嘅我，受施者同埋布施呢件事嗱，咁得記住咯喎。咁我哋要進入第二個環節啦，因為今日咧連鐘都冇，唔緊要啦，自己提自己啦。咁我哋咧第二個部分咧就會講十如是啊，就如是第一個就係如是相。我哋會分別用有情眾生，即係有情世界裏邊嘅六道眾生，同埋器世間，指山河大地，小如一花一草一木，呢個叫器世間做舉例。首先第一個如是相嘅意思解釋就係事物外在所顯嘅形相。而家咁我哋舉一個爛蘋果，我知道咧呢度有個好靚嘅爛蘋果啊！本來咧就影個靚蘋果嚟代替，裏邊你唔知道係爛咗嘅。爛蘋果就應該有爛蘋果嘅相。如果係爛蘋果，生住一個好蘋果嘅靚樣，即係話裏邊就係爛嘅，外邊就係金玉其外嘅。咁大家想象一下，你估幾可怕咧？咁你咁樣呢度睇唔到啊？咁你買咗個好似靚嘅蘋果翻去切開嚟爛心嘅，即係嘥咗啦，唔食得啦。有啲成棵樹都係咁，但係佢哋照賣，你買翻去先知。咁啊有啲奸商用不法嘅手段處理過一啲裏邊係爛嘅、發咗毛嘅食物，知唔知？譬如邊啲啊？喺果仁裏邊嘅開心果。咁呢開心果咧係發咗嘅時候就唔夠白噶嘛，可能黃啊，個殼都係黑黑地。咁佢咧就用漂白水、硫磺水將果仁浸過，咁外殼咪變得好白淨咯，冇人知咯。咁呢個咧就係喺網上揭發到出嚟，其他啲次貨充好貨嘅食物咧，例子多不勝數啊！咁啊，再講有啲買翻嚟嘅蘋果，最初個樣係好靚，我哋供佛買翻嚟好靚，好新鮮，放喺佛台度供上幾日都好靚。第一次開嚟咧，裏邊係爛嘅。大家而家應該明白點解爛蘋果應該有爛蘋果嘅相啦，係嘛？好顯而易見啦。雖然咁啫喎，仍然爛蘋果都有爛蘋果嘅作用。我哋睇作用，用佢嚟突顯出美好嘅嘢。最簡單就突顯相對比嘅係一個靚蘋果，但係亦都可以做一面鏡，探測我哋有冇分別心啦。咁啊，佛陀教我哋學佛嘅人咧，應該有平等心，唔應該起分別心，唔應該淨中意靚嘅，係厭惡爛嘅。咁以上嘅舉例咧，就其中以蘋果為例啦。其實我哋要引申咧，我哋應該簡單接受好同壞嘅、美同埋醜嘅嘢，唔應該起分別心。因為經常話境緣無好醜啊，即係話環境因緣本身係冇錯嘅，亦都冇對嘅。咁係邊個造成嘅咧？係人類起分別心嘅啫。咁大家理唔理解啊？雖然蘋果爛咗，其實佢本身嘅生物作用都好多嘅喎。爛咗嘅蘋果咧，可以做酵素啦，做堆肥啦，用嚟做肥料啦，或者俾其他啲動物做食物嘅，食呢啲叫做哨啊，或者啲小昆蟲類咧係作為食物喺森林裏邊跌咗落地下爛咗嘅蘋果，啲昆蟲都食到喎。而家舉例一個靚 BB， 即係用人啊，頭先係
仲有個蘋果嗱植物。靚 B B 係咪應該有個靚 B B 嘅相啊？係啦，一個靚 B B 可以體現出佢純潔啦、天真爛漫、人見人愛嘅外相。靚 B B 嘅相又有佢正面嘅功能效用嘅喎，知唔知有咩作用啊？有啲人咧，即係自己咧就好頹廢啊，或者失意啊，工作上或者對人間咧有好多失望啊，咁所以佢哋會飲酒啊、食煙啊、吸食大麻，同埋有啲而家好多各類嘅軟性毒品嚟麻醉自己嘅，但即係話自暴自棄咁過活。咁當呢啲人見到一個靚 BB，有咩感覺咧？哇！原來生命係咁美好嘅，本來點解我會一路一路咁向下墮落嘅？咁所以可能激發起佢對生命重新燃點希望，就去改過自身啦，奮力向上。有㗎，有啲故事咧講一啲拐子佬喎，拐咗個細路仔5、6歲，個細路仔唔知道呢個壞人嘅喎，俾佢帶住坐上火車，咁佢仲問佢啊，真係好天真咁問叔叔啊！我咧好中意我爸爸講古仔俾我聽㗎，臨瞓佢一定會同我講古仔。你個仔有冇叫你講古仔㗎？哇！佢觸動佢咧呢個父愛嘅心啊！我自己有個仔，點解要拐帶人哋個仔咧？即刻回頭帶佢翻去放低。咁而家咧，如果冇美醜咧，我哋結論係相對嘅。冇醜嘅 BB 冇辦法起對比嘅作用。其實美醜係形象上嘅對立，兩者都係佛性嘅表現。有啲人生得醜，佢都有佛性㗎；生得靚嗰個都係有佛性。咁較早前咧，用八戒千餘裏邊就引述咗啦。我哋講情與無情同源種節，即係一切眾生，不論係有情因為無情，都係佛。所以爛蘋果也好，靚蘋果也好，各有各相，各有各嘅用，本來如是。咁第二咧，我哋睇性，性係潛在喺內心嘅自性，自性如虛空，自性譬如草木裏邊咧，會具有火性，雖然見唔到，但係咧，遇到觸發嘅因緣咧，鑽木唔可以取火啊，但係你喺外在睇唔到嚿木頭有火嘅，內在見唔到嘅本質。咁我哋舉咧啲植物咯，辣椒同埋苦瓜兩種植物為例啦。辣椒性辣，屬於熱性；苦瓜性甘苦，屬於寒性。咁大家買辣椒嘅時候，你點知要買嘅辣椒夠唔夠辣咧？你唔知噶嘛，係咪啊？咁要憑經驗啦。咁地水火風呢啲係各有各性喎。地大就堅固性，指我哋身體嘅皮肉筋骨咁呢個髮毛、齒、牙齒、爪，人又唔係叫爪啦，叫手指、腳趾啊。水大係濕性，剃吐膿血，大小便利。如果我哋想去煮一道帶辣味嘅菜式，走去買啲辣椒翻嚟，當然希望佢係帶出呢個味道係辣嘅。同樣買一個菜式譬如想一啲苦味、甘苦味回甘苦得嚟回甘味，咁所以咧你會買苦瓜翻嚟，都係希望佢煮出嚟咧帶有甘苦嘅味道，係咪啊？咁呢個就係你期望呢兩種嘅食物。咁如果辣椒唔辣，苦瓜唔苦，做出嚟嘅菜式係咪令人好失望啊？你覺唔覺得啊？啲苦瓜唔苦嘅都一啲苦味都冇嘅。
咁作用嚟講咧，辣椒嘅辣，苦瓜嘅苦，有各唔同嘅性質，就增加咗菜式味道嘅層次啦。同時咧，亦都講話辣椒個辣咧作用係驅寒去濕啊。點解北方人咧一定要食辣椒咧？因為北方咧即係嗰個濕氣重啊，寒冷，咁所以佢哋時時咧就要食辣嘅嘢啊，紅辣椒啊，咁啊指天椒好辣嘅，都食得落，促進人體新陳代謝嘅功能。而苦瓜嘅甘味有消暑解毒、明目清肝嘅作用，咁所以咧自己覺得咧要消暑就食苦瓜啦。所以各有各性，各有各用。咁我哋舉有情眾生咧，就諗到一個宅男啦。宅男大家知道係乜嘢啊？唔知啊？宅男即係性格好內向嘅，唔中意出外交際應酬，中意留喺屋企對住個電腦啦，或者沉迷喺佢自己嘅小天地裏邊樂在其中。但係佢哋好專業、好細心嘅喎，喺佢哋擅長嘅領域裏邊咧，可以創出優良嘅成績。咁呢個就你覺得佢又有好處，又有即係性格內向，唔中意同人哋打交道嘅一啲短處啦嚇，可以咁話。人其實冇十美嘅，每個人有佢嘅強項，亦都有佢嘅短處。雖然宅男嘅性格可能不善交際係佢嘅弱點，但係因為佢喺佢中意嘅範疇裏邊咧，佢好專心，咁係可以發揮佢嘅所長㗎。好似啲電腦科技啊、琴棋書畫啊、科學啊呢啲就係啦。因為我哋生都係因為咁專注，可能我哋生咧就都唔中意周圍去同人交際，專心去研究佢嘅科學。我哋可以做到嘅，應該就唔好打擾佢嘅寧靜，應該尊重佢、關心佢，而唔好笑佢宅男。其實辣椒也好，苦瓜也好，宅男也好，各有各性。第二係性啊，各有各用，本來就如是。第三，如是體，即係佢所具嘅體質。我哋舉牛油果，牛油果應該有牛油果嘅性質體質係點㗎？譬如大家買牛油果翻嚟，一般咧就仲係硬嘅，仲未可以供食用嘅，咁咪堅硬，要擠3幾日，令到佢變軟先適合食。咁請問大家，你中唔中意食牛油果啊？中意佢嘅乜嘢啊？軟啊嘛，係咪啊？軟嘅時候咧，就嗰種質感啊，軟滑，亦都提供一種味道嘅層次。咁因為佢軟滑，佢特性可以塗麵包嚇。咁而家烘牛油果、多士啊，或者法式麵包啦。咁其實你知唔知茶麵包係牛油㗎？而家高級高檔到用牛油果。又知唔知牛油啊係邊度發明？牛油果由邊度出產㗎？最先嗱，歐洲人發明牛油嘅。咁牛油果邊度最先出產嘅咧？南美國家咧就冇咁先進嘅，冇歐洲咁先進嘅科技。咁但係佢出產呢種咧，就發覺咧擠到軟滑咧，好容易搽麵包，一樣作用嘅啫嘛。咁所以咧，後來興咗過嚟咧，我記得10幾年前咧啱啱流行，我都唔識，都未聽過。咁好多出家人咧就話牛油果好有營養㗎，食咗即係話我哋食素啦，唔係
好多營養嘛，除非你食維他命啦，否則喺即係食物啊植物裏邊食牛油果啦，你食半個啦一日，都供應到你足夠嘅營養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佢哋好向往牛油果嘅，有人供牛油果咧就好開心。咁我哋買牛油果翻嚟，除咗因為佢含有多類嘅維他命之外，亦都係去欣賞佢軟滑嘅體質。如果牛油果買翻嚟好幾日仍然都唔變軟，就冇咗我哋想要嘅作用啦。咁我哋舉人類舉一個例，人類嘅身體咧體質有柔軟嘅部分，亦都有強壯嘅部分，係咪啊？因為各部分器官有個別嘅功能效用，身體裏邊嘅骨架硬啦，支撐啦，肌肉同埋脂肪咁樣配合起嚟，肯定有佢嘅道理嘅嚇。聽講有一位表演孔雀舞嘅著名演員，咁我哋唔講佢嘅名出嚟啦，好出名。孔雀咧係好柔軟嘅跳孔雀舞，偏偏咧佢淨係歡喜柔軟嘅身形，為咗塑造自己身形柔軟度而動手術啊，取佢2條肋骨，咪少咗啲，咪好軟咯。佢咁樣做係為咗令到表演完美，但係最終導致佢因為年齡增長之後咧，連站立嘅時候背脊嘅脊骨都不堪負荷，撐唔起自己啊！咁啊唔能夠正常行動，需要靠拐杖助行。咁啊，所以牛油果也好，人體也好，各有各體性，即係有硬嘅部分，有軟嘅部分，各有各用，本來如是。咁我哋到第4如是力啦，上性體力作用。咁喺體產生咗力用，即係由呢個身體嘅體質啦，我哋講產生一種力用，就係指諸法事事物物叫做法啦，喺主體上具有潛在嘅功能力用。譬如舉例水係咪應該有水嘅流動性啊？咁因為佢嘅流動性，人類先可以用水力推動水輪。荷蘭最先嘅係咪啊？咁嗰啲水輪咧就係即係河流啊，或者閘住一個衝力嗰啲叫水壩，咁啊衝一個嗰啲風車轉動，而可以發電。而家有好多河流都建造水壩㗎啦，佢作用就係利用水力發電嘅原理啦。再舉例啦，比如古代官場，官場上面有文官武官之分。一個文官應該有作為文官嘅能力力用。文官係有啲乜嘢㗎？佢擅長發揮佢嘅文筆咯，佢嘅筆可以讚譽一個人，亦都可以貶低一個人。你知唔知文字雖然無聲啊，但係咧可以殺死人，亦都能夠力敵千軍。咁啊，有啲人咧喺輿論之下俾人抨擊啊，就係嗰個人嘅筆不留餘地咁樣攻擊，啱又好，對又好啦，我哋唔知。作為一個武官咧，應該體力超勝過一般平常人嘅體力，佢哋虎虎生威。咁啊，由於有訓練有素，渾身是勁，孔武有力。咁佢哋嘅體能咧係具足爆炸性。力如果我哋去形容某個人咧，有啲人會用佢真係好叻啊，能文能武，或者係文武雙全，得唔得嘅咧？估唔得㗎，係一種讚譽之詞嘅咋。
其實人人嘅能力肯定都會偏重於某一方嘅，係咪？咁啊係屬於文嘅一邊啦，抑或屬於武嘅一邊多啲咧？咁對一般人，我哋形容佢係好動，抑或好靜咧？係咪啊？好動或者好靜咁樣形容，即係偏向啊動態嘅，抑或係靜態。由於佢嘅性格使然，根本冇可能兩面兼顧嘅，梗有一邊強啲嘅。同樣又能文能武咧，呢句説話其實有矛盾性嘅。屬於文官嘅人咧，佢個品格平和、溫文有禮；而屬於武官嘅人嘅行為舉止，一舉手一投足都表現佢強壯嘅氣勢，魄力非凡，兩者各有優勝。結論呢就係水也好，文官也好，文官包括啲文人雅士嚇，唔係一定做官嘅；武官唔係一定當兵啊做武官嘅，係包括從事軍政界嘅人。文官也好，武官也好咧，各有各力，各有各用，本來如是。咁到第五咧，如是作，即係依業所起嘅造作。而家咧，再以大自然嘅風同埋水咧做一個例，適當嘅作業，風同埋水對大自然產生好重要嘅力量，係咪啊？好似春風送暖，風和日麗，呢個時候嘅風係喺大太陽配合之下，又可以咧和風輕吹輕送，的確係令到人感到心曠神怡。用風吹動風車，推動到就利用到風力發電啦。其次咧，風力仲可以將植物嘅種子叫做風傳媒啊，散播，有助於種子嘅散播，係咪啊？有啲植物咧，好似叫蒲公英啊，咁啊好輕噶嘛，咁啲風吹到嘅時候，佢輕飄飄就帶咗去另外一啲角落咯喎，咁嗰啲種子跌咗落地下，咪由另外一啲蒲公英嘅生長咯，去到其他各處生長。但係諗諗喎，過量嘅風力係咪會造成風災啊？香港咧形成颱風或者係龍捲風，因為美國咧地平啦同埋廣闊啊，咁就會較為多龍捲風。咁降雨量過多嘅時候咧，真正係會造成水災嘅。咁想請問大家認為風災同埋水災冇錯，對人類會造成災害，咁係咪唔好啊？大家係咪一面倒覺得水災風災唔好嘅？覺得係嘅請舉手。你唔知好定唔好？造成水災風災梗係唔好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個係大自然嘅運作嚟㗎，理應如此。颱風嘅產生咧係冷熱空氣對流啊，咁啊咩我唔識解釋啦。咁啊冇話好抑或唔好嘅，排除咗人類嘅因素，其實真係冇話好定唔好㗎。呢個係人類思想嘅作怪，就講明俾你聽。如果到冇人生活嘅一個地方啊，有好大嘅風，咁啊造成風災，都冇破壞。好大嘅水淹沒嘅冇人，係咪啊？又冇房屋，咁有冇造成破壞啊？冇啊嘛，對人類根本冇影響。大自然形成嘅風風雨雨係大自然正常嘅規律，唔係風或者雨刻意去毀壞啲樹木，吹倒啲房屋。
造成人命嘅損傷，呢啲唔係一個關鍵啊。但反而大家諗一諗，如果冇風嘅流動性啊，我哋就會覺得哇，好翳熱啊，好局促，好悶熱啊。有啲天氣係咁啊嘛，就係冇風啊。咁我哋要明白喎，地球唔需要人類，地球並不需要人類，而係人類極需要地球嚟生存。咁所以我哋要小心避免做一啲令地球受損害嘅事。所以日常我哋應該注意乜嘢啊？少用私家汽車代步，多用大巴、地鐵嘅集體運輸，減少燃油嘅消耗，同埋避免產生太多量嘅廢氣，染污空氣。咁啊，呢啲空氣地球會造成溫室效應啊，咁加速咗地球暖化嘅作用。地球暖化完啊，就會連北極、南極嘅冰啊都溶埋喎，溶咗咪好大量嘅水流落去啲洋嗰度咯。嗱，講翻我哋人類啦，我哋尤其是禪宗啊，好禪嗰啲嘢講咩咧？感覺飢餓嘅時候，點解啊？身體需要能量補給啊嘛。咁我哋感覺飢餓嘅時候，亦都需要休息嘛。咁應該做乜嘢啊？飢來吃飯，困來眠啦。咁啊，其實咧要注意咧，就我係永遠都守唔到嘅。夜晚11點開始需要休息睡眠，唔係咧就有礙咧膽同埋肝嘅排毒。11點到1點排肝，排膽先咯，係個肝先好似搞唔清楚啊。總之4個鐘頭最緊要啦，11點到3點。咁啊，用腦過度，例如經常熬夜啊，體力損耗過量，好多疾病㗎，慢性疾病啊，引致中風啦、血栓啦、心肌梗塞等等。咁大家唔好唔小心注意啦，唔好學我咁啊。所以禪宗講飢來吃飯，困來眠，無論風也好，水也好，人也好，各有各嘅運作，各有各用。本來如是，咁報都係一樣嘅咋。咁我哋睇後邊睇先，仲有6、7、8、9、10 5個。第6係如是因緣果報，本末究竟等。因係從所擇因而得嘅業種。咁啊，大家覺得有少少唔係好明，係指能夠產生十法界果嘅直接原因。點解我會喺十法界裏邊嘅人法界？點解我下一生可能變咗做動物界？呢個就係有個因嘅。咁我哋成日中國人話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瓜嘅種子種出嚟嘅成果，自然係得瓜啦。同樣豆嘅種子種出嚟嘅，自然係得豆啦。有可能問種咗瓜種，點解冇瓜收成㗎？有冇咁嘅情形啊？啲嘢種唔起嘅，種咗冇瓜收成嘅，係咩原因啊？同個種子有冇關啊？係啊，咁同個種子嘅關，除草等在緣，植物先至能夠生長得茂盛。咁我哋再譬如啦，唔係講種子咯，唔係講植物咯，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呢句説話，係講為善嘅佢種下嘅善因，先至會遇到啦好嘅緣，會遇到善緣嘅機會。呢種種善緣係會帶俾
積善者，乃至佢嘅家人子孫都分享得到呢位長輩種落嚟嘅善因，得到善緣嘅機遇。相對嚟講喺人生路上咧，佢哋就會過得好順利如意啦，遇到好多嘅助力，呢啲就係種善因得善緣啦。未到果喎，因緣果報啊，緣先。學佛嘅人如果心誠懇切去研念三寶，即係你心裏邊有佛法僧三寶，自然有佛菩薩嘅助緣而得到佛力加持嘅。大家信唔信啊？信啊！咁就係正確啦。咁如果想修行成佛，要留意喎，直種德本。直種德本嘅意思解釋為眾善奉行，廣種福田。仲當然要諸惡莫作啦，咪一面做善事，一面又做翻惡喎，咁啊唔得咯。如果有人認為單靠自力可以修行成佛，咁樣諗法咧係無有是處，根本唔可能噶。《阿彌陀經》上面都講啦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點啊？得生彼國。咁呢個就係話，除咗自力之外，需要靠他力，即係佛菩薩嘅助力。所以呢種佛緣對我哋嚟學佛嘅人實在太重要，太重要啦。所以瓜也好，豆也好，學佛之人也好，各有各緣，本來如是。如是果啦，由因緣和合所生嘅果。咁呢個係指同類嘅因所產生同類嘅果，好簡單。咁呢句好似令到人哋好籠統啦。善因係咪招感善果啊？惡因咧生惡果。咁呢個就係同類嘅因產生同類嘅果。因果律亦都係頭先講，以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為大前提。咁就當然頭先講嘅緣啦，給予需要嘅助緣，果自成，因緣果自成，有因有緣，個果自然就長成。嗱，講翻人類咯喎，譬如有啲人做惡事，必然自食其果嘅喎，信唔信啊？天經大義啊！譬如小偷偷咗嘢，好快會被捉拿歸案，或者殺咗人做咗案，亦復如是，都係一樣。因為現今社會科技進步啊，有乜嘢咧？閉路電視啦、CCTV 嘅啫，攝錄低犯罪嘅過程，你有電眼人面識別技術，咁啊無所遁形喎。閉路電視就攝錄到匪徒嘅行蹤，佢哋就無所遁形啦。譬如有一單10幾年前曾經打劫金鋪嘅案件啊，多年之後匪徒都會被捕緝拿歸案。咁樣因果律就係咁啦。犯罪嘅人咧難逃法網，所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種瓜也好，種豆也好，小偷也好，各得其果，本來就如是。好啦，我哋到如是報第9，從因緣招感嘅果報。頭先講要有因，仲要有助緣，咁招感到嘅乜嘢果報啦？咁大家咧有冇聽過一種叫做北京嘅燕子啊？北京嘅燕子，我哋簡稱佢做京燕。佢係北京生長嘅燕子，經燕由北京經過新疆，一路飛到南非咁遠。點解有咁嘅可能啊？因為佢嘅腳被綁住一個追蹤器，即係人啊綁一個追蹤器喺佢個腳度，咁佢咪飛嘅時候帶住呢個追蹤器，人哋咪追出到。而佢嘅腦咧又天生具有一個指南針，或者叫羅盤啦嚇，令佢唔會迷失方向嘅。
佢沿住岸邊海岸啊，咁嘅陸地飛行。咁點解咧？沿住海岸，但係又近陸地咧，想覓食嘅時候，咪降下嚟陸地度食嘢咯，覓食咯。大家有冇聽過歌星張國榮唱過一首歌叫做《無腳鳥》啊？有啊？哦，咁你哋就有呢個概念啦。呢首歌係佢表達自己係一個對工作唔能夠停落嚟、孜孜不倦嘅工作者，即係好勤力㗎嚇，努力不懈嘅 ，a conscientious worker。好似鷹鳥由北京一直飛到南非，幾乎冇停落嚟歇息過嗰一樣。咁呢個咧就係講緊一個問題。再請問大家一個問題啦，大家係咪同樣認為沙漠地帶係從來冇落過雨㗎？沙漠地帶冇雨喎，係咪啊？係定唔係？因為唔係完全唔落雨，冇錯啦。其實沙漠地帶並非完全冇落雨，只不過下雨嘅機率相對係好少，有時幾年先至有雨量，有時10幾年乃至幾十年先落一次雨嘅，所以沙漠相對嘅氣候就乾旱啦。咁又問啦，請問點解沙漠會有植物生長嘅？成日都聽講綠洲就係沙漠裏邊有植物嘅喎，即係一幅地係綠色嘅植物㗎。咁呢個原因咧，就係有啲鳥類咧帶嚟嘅呢啲種子啊。頭先都講過啦，佢哋食緊一個果，一路飛，咁食咗啲肉啊，咁嗰啲種子跟住跌落地下啦，飛到邊度就跌咗落地上。咁佢哋含住一粒未食完嘅蘋果飛行，嗰日就跌咗落去沙漠上邊。亦都有啲種子俾風吹嚟，咁沙漠好多風沙㗎嘛，時日久遠咧就埋咗呢啲種子喺沙漠下邊。咁要等到有雨量，埋藏喺沙漠嘅種子吸收咗水分，就抽枝發芽生長，形成沙漠上嘅綠洲啦。好奇妙嘅喎，呢一片綠洲咧，居然又會吸引咗一種鳥類嚟到繁殖下一代喎。咁大家又會有疑問啦，點解呢啲鳥類識得嚟呢度繁殖添咧？你估唔估到啊？點解識得啊？點解嚟呢度綠洲啊？因為佢知道呢度有綠洲咯。咁你又會問，咁點解會知道啊？就好似鷹鳥一樣，呢啲鳥類一種鳥類嚟得到繁殖，就係佢腦裏邊有一個羅盤指南針，而且佢哋嘅 DNA 染色體裏邊有一種因子，呢個因子就係記印，能夠識別綠洲嘅能力。咁佢辨別到呢度有綠洲，呢啲就係綠洲。而再下一代，佢去到繁殖咗啲下一代，然後再下一代可能要等待下一場雨，可能過幾年啊，或者10幾年或者幾十年後先至有機會再嚟呢度繁殖。而家講到人類嘅果報咧，好清晰嘅，喺世間上人與人之間嘅相互關係父子、兄弟、夫婦呢3種嘅啫嚇，不外乎係嚟討債還債，或者報恩或者報怨，係咪啊？大家有時會諗到，我同邊個親人佢嚟討債嘅有啲咁嘅現象。所以有話無緣見面不相逢，有話不是冤家不聚頭，都係大家過往所做嘅善惡業嘅招感。譬如兒女係債啦，有討債而嚟，有還債而嚟。譬如遇上討債嘅子孫咧，
而父母啊或者早一代嘅阿爺阿嫲好愛錫佢，咁可能要用咗好龐大嘅醫藥費去醫佢嘅病。遇上不孝子不賢孫，又可能會令到長輩咧傾家蕩產，而且咧可能會被子孫敗壞家門。而好嘅子女咧係還債而嚟，係報恩而嚟嘅，佢哋會好孝順、好聽話、好上進嘅。夫妻係緣，有善緣亦都有惡緣，所以無緣不成父子。跟住咧，無冤不成夫婦啊！咁結論就係鳥類也好，夫妻父母子女也好，各有各報，本來就如是。咁你有最後嘅第10點，其實因緣果報啦，頭先講到未講報都要可以講㗎。因緣果報係不可思議嘅，佛先計算到喎。我哋人咧用嗰陣時舊式就用算盤都打唔到，而家電腦都計唔到。英文點樣講啦？好精闢嘅 ，karma and its working。karma 係業力，業同埋佢個運作 is so intricate 係咁錯綜複雜。That's its result can only be known by the Buddha。佢嘅果只係有佛先至能夠知曉計算得到。任何一件事嘅成就都係眾因眾緣所成，否則缺少一個緣都冇辦法成就。咁某一條件離散就幻滅嗱，好簡單喎。原來蜘蛛結網咧，你唔知道，哇！呢個網真係好錯綜複雜嘅，佢嘅每一個結點都跟任何一個結點有關嘅，哇！叻到咁。換言之，任何一個結點之間係互相襯托、相輔相成嘅。呢個仲係似乎從平面嘅角度睇嘅咋，立體嘅情形咧就更加複雜。任何一面嘅結點都同任何一面嘅結點有因果關係。咁大家話係咪因緣果報係好錯綜複雜咧？咁我哋最後咧，如是本末究竟等，係指從上邊開始嘅相為本，到最後嘅報為末本末，都係因緣所成，緣具本末，同一實相。頭先我哋講諸法嘅實相係乜嘢啊？空咯，真實嘅相狀就係空，究竟平等，無異無別。十法界眾生本來係佛。我哋頭先承認咗啦，只係迷悟之別，迷嘅時候就凡夫，悟就佛啦。本來如是，所以稱為本末究竟。又引用翻開頭講經典上話，情與無情同緣眾志，有情識嘅十法界眾生，同無情識嘅器世界裏邊嘅土木沙石山河大地，同樣成佛。因為眾生包括器世界嘅事事物物，本來都係佛性嘅顯現。頭先我哋講宇宙係我哋生活嘅環境，宇宙人生嘅真相係空，人生係講我哋本人。通通都係緣生性空咁請各位諗下，認清自己同自己生活嘅環境嘅真相重唔重要啊？重要。咁大家就知道，原來因緣條件具足生起，一旦某個因素離散就幻滅。如果人人能夠消極面對過去心不可得，努力未來，做到自淨其意，清淨心頭先講一心然後咧無其他妄想雜念，自淨其意，
事主佛教嘛，圓滿別人，唔做損人利己嘅事，一齊共同修善行，和諧每一件事。咁明天嘅社會係咪會更好啊？係咪啊？係啊！我哋都希望達到咧，大家呢種咁嘅觀念，已經擁有不斷保持一個咁樣嘅觀念、咁樣嘅心。好啦，多謝各位。會過咗15分鐘有多啦，對唔住啊！我哋一齊回向。今次咧就請義工朋友打咗個回向偈噶啦，咁我哋一齊回向啊！願將講經聽法諸功德，回向十方法界諸有情，能消宿怨一切業，悉皆離苦得安樂，佛力無邊加護佑，眾所到處行吉祥，成佛威神慈悲力，共證菩提心不退。多謝各位，阿彌陀佛。